3月7日，西藏恐怖65周年，流亡去伫咧印度的西藏人有发起纪念游行。西藏的流亡政府代表边巴次人表示，因要追求西藏完全独立，不过希望会当推动长期的中间政策，就是让西藏人有愈大的自治权利，而且嘛希望会当透过对话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冲突。 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70这天，就是1959年反抗中国统治的纪念日。居民举雪山西雅旗，要求中国退出西藏的各种标记，游行示威。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拉加日南加佐格甲发声社记者讲，这场纪念活动毋但是要让国际社会听到西藏人的声，嘛是所有西藏人反省的日子。 So we are protest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ve self-immolated for us, 160 people, and since now it's been like 6 decades since China has occupied our land. So we are protesting against all these brutalities inside Tibet. 中共解放军勃列登阿反抗了后，西藏领导人达赖喇嘛伫人民的保护之下，搬过喜马拉雅山去印度，了后就无搁再回去。今年88岁达赖，2011年要搁做政治领袖了后，就甲行政权交予伫全世界13万个西藏人，用民主的方式选出政府代表，也就是中央行政司政。 第2任的司政边巴次人伫演说讲到，流亡政府毋是要求西藏的完全独立，是要推动中间道路的政策，希望会当有保存语文甲文化的自治权利，也希望透过沟通解决中国甲西藏的冲突。伊感谢长久以来印度甲美国的支持，坚持因对真理和自由的承诺。 另外，印度首都新德里7日嘛有差不多300名西藏人伫街头游行示威，活动是西藏青年大会举办的。联合秘书次仁秋佩甲中央社记者表示，因抗议中国非法占领西藏，希望透过这个游行，让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拢会当听到因的心声，互因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